捐款項目設置，請登入你嘅管理控制台。選擇主選單嘅捐款項目。範例一，唔需要設定目標金額同日期嘅一般捐款項目，請按鍵新增。請填寫項目名稱、描述同勾選狀態為啟用，而其餘空格就唔需要填寫任何資料。如果需要顯示其他語言，請喺相關欄位內一併填寫。而開始同結束日期、目標金額請留空，唔需要填寫。最後按鍵儲存後，項目將喺應用程式顯示。範例二，需要設定目標金額同日期嘅特別捐款項目，請按鍵新增。請填寫所有項目資料，包括開始、結束日期同目標金額。如果需要顯示其他語言，請喺相關欄位內一併填寫，然後勾選狀態為啟用。最後按鍵儲存後，項目將喺應用程式顯示。恭喜你完成帳戶設置捐款項目設置。